讲到武汉肺炎疫情发生较大，民众对防疫公共卫生是愈来愈重视。其实，这个观念对日本时代就开始有啊。国立台湾博物馆也当咧举办防疫文物的展览，展现台湾这100冬以来是安怎对抗每一个时期的传染病。未染疫者呢，就走未染疫的分流通道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你首先第一道就是你要经过热水的沐浴。用交通做出热点，解说日本时代海港检疫。虽然迄当阵还未科技化，但是已经有检疫、分流、隔离等等的观念。日本来之后，因为他们国内也饱受传染病之苦，所以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所以在统治初年马上就有了这样子的制度，然后以及在慢慢的就是开设了医院跟那个医学校，那这样子整个工位才会建立起来。台博馆用展览小解19世纪后期到现代这100多冬来，台湾面对无同时期的流行病是安怎来防疫，嘛用王存、符啊等等的物件，呈现传统甲现代冲突之下，人民甲官方是安怎去适应、实践，包括推动做预防社等等，拢是每一个时期大大推杀累积的成果。其实人类都是一直在跟这些病毒作战的，优胜劣败。如果我们能够存活下来，基本上基因都非常强大的那在这次部长来讲给我们一些防疫的观念，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除了早期的防疫，对 SARS 到新冠肺炎，政府甲民间安怎压制疫情，组成翠暗国家队等等的展出，嘛互参观的民众真有感。台博馆表示，展出100冬来防疫历史，甲当咧发生的代志，是希望民众对疫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，知影如何来面对。记者林阿文、邱凯台北报道。